好，先来关心的就是台中市成功3月百货公司，伫今仔日早起11点半左右的时阵发生爆炸意外。根据了解呢，目前是11楼甲12楼等咧改装，那像就是因为施工的时阵无细致，唔才会发生爆炸意外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赶去到现场来成立二级灾害应变中心，也只是全力来救灾。目前是传出有5个人死亡，11人受伤，还阁咧继续搜救。 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台中的成功3月百货中昼11点半左右，唔知虾米原因起爆。一罐楼层的窗仔壁壁开，百货公司附近规涂骹马落直建材，也有玻璃，规个是路苍苍，路边也有医护等得急救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嘛赶到现场了解状况，伊表示死伤和送医的人数目前也在增加，已经成立2级灾害应变中心，指示全力救灾。同时，我们也成立了2级灾害应变中心，来进行相关的救灾、戒备以及调查以及善后的工作。气爆的这个范围相当的广哈，那有路人也受到了波及，造成欧卡，所以这个附近呢，我们都进行管制。根据台中市长罗秀燕的讲法，百货公司11楼、12楼的美食楼层等在做改装工程，那像是施工所引起的意外，不过实际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市长表示，检察官已经有到现场，后续会进行调查。11、2楼有在进行改装，那据了解，那个楼层好像是美食楼层哈，那这也是，但这不是最后 final， 因为国家或者政府正式的调查，它有一定的程序，但是检察官已经到现场了哈。那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哈我们会进行调查。目前成功3月附近的路段拢已经有管制。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，为了安全嘛，为了莫阻碍救灾，伊呼吁民众唔通到这附近来。另外，总统赖清德嘛透过面册表示，行政院对英台院长已经有指示内政部消防署赶紧调度救援脚手，原来卫福部嘛当地协调医疗资源，希望提供受伤的人上好的救护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综合报道。